各位，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發表任內第3份施政報告，出年繼續向澳門永久居民派錢，每人派7000蚊，亦都會向中央儲蓄戶口注資6000蚊。根據政府2011年嘅財政狀況，建議明年向每個合資格居民嘅中央儲蓄制度戶口額外注資6000元，以進一步落實雙層式社會保障體系。同時，明年嘅現金分享計劃建議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7000元，非永久性居民每人4200元。下個月實施嘅查核性罪行定罪記錄機制，冇包括現有僱員同埋家長聘請嘅補習老師在內。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話：機制先試行6個月之後，再檢討進一步擴大查核範圍。我哋希望用一個較溫和嘅程度嚟到起步，咁呢係等機構嗰方面呢係先熟習咗，然後呢我哋會喺6個月嘅時間裏邊呢係收集數據同埋持份者嘅意見進行檢討，跟住呢我哋就會部署下一階段嘅行動，幾時係延展到家長方面，幾時呢係延展到僱員方面。海關檢獲一批象牙同犀牛角產品，包括33支犀牛角、700幾支象牙筷子同埋100幾隻象牙手鐲，總值超過1700萬元。海關尋日喺一個運抵香港嘅貨櫃發現呢一批產品。香港係禁止象牙貿易，最高會被判罰款500萬元同埋監禁2年。呢節新聞提要報道完。各位，民主黨約見總選舉事務主任，要求當局連同其他部門抽樣核實選民登記地址同記錄，防止中票情況。因為而家嗰個法例嘅規定呢，就冇話到，如果你轉個地址呢，就一定要更新地址。如果你唔更新嘅話呢，你係違法。嗱，呢個呢係喺香港呢個所謂每一個人即係住屋嗰個情況呢，個流動性比較高呢，可能一個人一生人有轉3、4次、4、5次地址嘅機會嘅。咁好多人我哋了解呢，仍然係喺翻佢第一個登記選民嘅地方去投票嘅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、劉慧卿連同4位落選區議會候選人約見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李柏康，向對方提交收到嘅近800宗有關區議會選舉嘅投訴個案，並向對方提出一系列建議，要求堵塞目前選舉登記漏洞。李永達話：選舉事務處會跟進調查有關個案，並會考慮建議。太皇普密蓬今日84歲壽辰，佢會按傳統特赦2萬名罪犯。前總理他信唔被列入特赦名單。喺首都曼谷，大批民眾夾道歡迎，總理英拉都有出席。近年一直喺醫院療養嘅太皇坐住輪椅返皇宮出席慶典。佢發表演說嘅時候睇落有啲疲累，而聲線都頗為虛弱。太皇近年身體轉差，上個月曾經血壓急降，一度休克。呢節新聞提要報道完。